好多人去到百家樂裏面，一見到開和局有一蒲八，開對子有11就雙眼發光，心跳加速，覺得回報高，機會大。落注都要順手買幾百蚊落去，唔買覺得對唔住自己，唔買覺得會錯失機會，唔買覺得慢，一開出嚟就後悔晒。佢哋以為自己係喺度揾緊博取暴利嘅機會，以為呢啲係鬥場提供俾玩家嘅福利，以為高賠率係鬥場大方嘅表現，直接用莊家嘅高維士各話個結論。你知周場從來唔驚你喺莊閒上面贏錢，周場最驚嘅其實係你唔買和同對子。呢啲看似高回報嘅偏門旁注，係鬥場精算師專門利用你嘅氹婪同冇耐性，精心設計出嚟嘅抽水森林撮和。如果你碰咗我今日要講呢啲日大散財森林，你嘅本金就會好似漏水嘅船一樣，不知不覺沉入海底，仲唔知係點沉嘅，自己係運氣差，唔知道其實係數學早就判咗你死刑。今日我就同你拆解呢個最致命嘅數學陷阱，話你知賭場入面最大嘅騙局係乜？話你知點解高賠率係最危險嘅誘惑？話你知職業玩家係點樣完全避開呢逆大森林嘅？想在博弈中立於不敗，第一步不是學點樣進攻，唔係學點樣贏多啲，而係睇穿莊家嘅口袋點樣裝你。肥學和係明白鬥場係點樣從你身上賺錢嘅，係知道邊啲地方係你絕對唔應該踩嘅陷阱。我呢個頻道會用我做莊幾十年與概率打交道嘅真實經驗，幫你大腦建立防錯體系，幫你睇清楚你面對嘅係乜嘢嘢，幫你避開那些絕大多數人都唔知道係陷阱嘅陷阱。如果你想以後每星期都免費吸收到呢啲頂級嘅資本與人生智慧，唔該，你依家即刻按下訂閱，開埋隔離個小鈴鐺，訂閱咗。好，我哋即刻入正題。你要先明白百家樂嘅基本結構，先可以明白點解高牌率旁注係如此危險。百家樂常規嘅莊同閒賭場優勢係非常低嘅，買莊嘅賭場優勢大約係1.6%，買閒嘅賭場優勢大約係1.24%啊！呢個意思係，如果你長期喺百家樂者買莊或者只買閒，淨場每100蚊，即係賺你大約1蚊左右，係所有淨場遊戲入面莊家優勢最低嘅幾個玩法之一。對正場嚟講，呢個抽水率係非常低嘅。佢哋靠嘅係龐大嘅落注次數同大數法則嚟積累利潤，唔係靠單次嘅高抽水。問題就係如果賭場只靠一筆嘅優勢去抽水，賺錢係比較慢嘅，係需要長時間同大量落注先可以積累可觀嘅利潤嘅。亦加快抽水速度，為咗令鬥場利潤更加可觀，鬥場開發咗各種高牌率旁注。呢啲旁注嘅設計邏輯係非常精妙嘅，係利用人類對高回報嘅天然渴望，設計出一個看似回報豐厚，但實際上抽水率極高嘅陷阱。高賠率嘅本質係極低嘅出現概率，加上極高嘅賭場抽水率。你以為你係在追求高回報，其實你係在參與一場數學上對你極度不利嘅遊戲，係一場玩家大腦與絕對數理嘅必敗之戰。1942年，我喺澳門聯昌公司做壓船，
當時澳門係中立區，物資極度短缺，走私鎢片、黃金、黑市軍火嘅利潤高達10倍甚至100倍，係令人瘋狂嘅暴利，係任何正常生意都比唔上嘅回報。無數亡命之徒為咗呢種暴利鋁而走險，唔理死亡嘅風險，唔理被害頭搶劫嘅風險，唔理被日軍扣押嘅風險，只係睇住嗰個1蒲10、1蒲8嘅回報率就衝過號。當時我身邊好多人同我講：阿新，你幫公司押運麵粉、煤炭嘢利潤，得嗰微利，一趟船跑下來賺唔到幾多錢，不如同我哋一齊走私黃金同鎢片，一鋪就可以發達。次嘅利潤係你做10次普通押船都賺唔到嘅。1倍10、1倍8嘅暴利，誘惑大唔大？極大。我係人，我唔係聖人，知理學和，我梗係感受到呢種誘惑，梗係有被吸引嘅瞬間。但我當時非常冷靜，我冇衝動，我冇即刻去計我可以賺幾多。我同佢哋講：對唔住，我唔做，因為我用腦計過數，高回報背後係什麼？係極高嘅死亡風險，係99送命嘅概率。地會搶，日軍會扣押，黑吃黑嘅情況極其普遍。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就係人財兩失。我唔係唔想發財，唔想用呢個代價去發財，唔想喺一個對我極度不利嘅鬥谷上面孤注一敵。結果2年後，呢班走私賺暴利嘅人全部沉咗喺伶仃洋底，死無全屍，家人連棺材都冇得收。而我靠住嘅利潤雖然微薄，但安全穩健嘅民生物資貿易保住條命之餘，還幫公司賺咗大錢，分到了我人生第一桶金，打下了我後來所有事業嘅基礎。呢個經歷係我一生最重要嘅教訓之一。高回報從來唔係免費嘅，背後一定係高風險。你看到嘅係1賠10、1賠8，你看唔到嘅係你有幾高嘅機率根本拿唔到呢個回報，係你為咗呢個回報要承受嘅代價有幾沉重。呢個道理喺押船係咁，和喺百家樂里前一模一樣。1961年，我創辦澳門旅遊娛樂公司，正式成為澳門洞場嘅莊家。我喺設計洞場規則嘅時候，花咗大量時間同精算師研究每一個玩法嘅抽水。結果係因為我知道道場嘅長期盈利模式係建基於數學，建基於運氣。我冇將莊閒嘅抽水提高，因為我知道低抽水率係吸引玩家嘅核心，係令玩家願意長期嚟玩嘅誘因。莊家最穩健嘅賺錢方式係靠1/8嘅微弱優勢，配合幾百萬次嘅落注去滾存，係靠大數法則嘅力量去積累利潤，細水長流，而唔係一次過搶光。好多手下跟我講：何生，不如我哋將百家樂莊閒嘅抽水提高，賺得快好多。我話蠢材，你抽水太高，玩家輸得太快，佢哋唔嚟啦。你賺嘅每一筆都係最後一筆，冇回頭客。但係我同時發現，人類嘅天性係冇耐性、貪婪，佢哋等唔切靠小額優勢慢慢滾存，佢哋要的係刺激，係那種一鋪可以發達嘅快感，試過睇決。佢哋想一鋪發達嘅心理，道場才增加咗和同對子呢啲高賠率旁注，呢啲唔係給玩家送福利，呢啲係我為貪婪之人設計嘅加速收割機，係用高賠率嘅幻覺去滿足玩家對刺激嘅需求。
而用高得多嘅抽水率去加速遞場嘅收益。我係設計呢個系統嘅人，我完全清楚呢個系統係點樣運作嘅，點樣令玩家在享受刺激嘅同時，以更快嘅速度將本金送入到場。第一大散財心係和局，而百家格樂嘅和局賠率通常係1賠8，某啲鬥場係1賠9、1賠8嘅回報，聽落係好吸引嘅。好似開一次和局就可以贏返好多鋪輸緊嘅錢，好似係一個可以快速回血嘅機會。但係數學係殘酷嘅，數學唔理你嘅感覺，唔理你嘅渴望，只係冷冷地告訴你事實。百家樂開出和局嘅真實概率只有大約9.5，即係平均大概每10粒手牌先開出一次和局。你以1賠8嘅賠率去買一個9.5%概率嘅結果，係點樣嘅數學意義？係莊家優勢高達14、36。你唔明10數點36係幾大嘅概念？買莊嘅莊家優勢只有1.56，唔係買和嘅莊家優勢係買莊嘅超過13倍。莊你同到場只係差1%左右嘅優勢，係一場旗鼓相當，只係微微傾向到場嘅對局。但你一買和，等於直接送咗14.36嘅利潤俾鬥場，係你還未開牌，結果還未揭曉，你已經以數學上確定嘅方式輸掉咗你落注金額嘅14.36。你買100蚊和，還未開牌，已經有14蚊進咗莊家口袋，剩低嘅86蚊先係真正屬於你嘅賭注。你買得越多，你嘅本金流失得越快，係以14倍嘅速度流失，而唔係1倍嘅速度。和仲有好多人話，但係我見到開咗好多鋪都未開和，係咪快開啦？我要同你講，呢個叫得土救午，係人類大腦嘅一種認知偏差。每一手牌都係獨立事件，前面開咗幾多鋪都唔係和，唔代表下一鋪開和嘅機率有任何增加。猜率永遠係95%，係固定嘅，係唔受歷史結果影響嘅。你喺度等待所謂嘅和局快出，其實係每一鋪都在以14、36%嘅速度送錢入遞場，等嘅時間越長，送嘅錢越多。第二大散財心論係對子、莊對或者閒對，值率通常係1賠11。你見到開出對子嘅時候，揼場會排你11倍，覺得呢個係一個高回報、低概率但值得一試嘅機會。但係數學係點講嘅？發出對子，即係兩張牌點數相同嘅概率，只有大約7.47，87，以1賠11嘅拍核去買一個20，測概率嘅結果，莊家優勢高達10.36， 10.36嘅抽水率係買莊嘅接近10倍。你每買100蚊對子就未開牌，已經係以10.36嘅速度在流失本金，係一種唔知不覺但非常穩定嘅財富消耗。更加危險嘅係對子係有一種特別嘅誘惑力嘅，因為佢出現嘅頻率唔算非常低，7.47係大約每13手牌出一次，好耐先出一次嘅極罕見事件。所以好多人覺得買對子係有機嘅，覺得只要等一等就會有回報。但係你計下數，13手出一次，你每手都買100蚊對子，等候呢一次出現，你總共落注咗陰攤300蚊，贏咗1賠11，係贏陰攤100蚊，仲輸咗200蚊，
仲未計鬥場優勢嘅影響。即使嗰一次你贏到咗，你長期嚟講仍然係喺輸錢，係10-36嘅抽水率，默默地將你贏翻嚟嘅籌碼一點一點吞噬。職業玩家上起，兩隻手係絕對唔會伸去對子嗰格度，睇都唔睇嗰一格嘅，因為佢哋知道呢係字呢係一個數學上確定性嘅淺坑。聽完前兩大新聞，大家回想一下平時上禮嗰陣，你或者你身邊嘅朋友係乜事每鋪都習慣順手放幾百蚊落和或者對子度，覺得唔買對唔住自己，覺得慢一開咗就後悔。請依家喺下方評論區留言，老實話我知你因為貪心買呢兩門，到底送咗幾多學費俾到場留言之後，我繼續話你知，剩低兩大連職業玩家都聞風喪膽嘅散財陷阱，呢兩個係更加危險嘅。連許多以為自己比較理性嘅玩家都會中招嘅陷阱。第三大殺財心誤係幸運六喺免用百家樂嘅玩法入面設和。當莊家以6點贏牌嘅時候，買莊嘅玩家只賠一半，即係一賠0.5。為咗補償呢個設計，池場提供咗一個旁注叫做幸運六。如果莊家以6點2張牌贏，牌一賠12；如果莊家以6點3張牌贏，牌一賠20，嘅一牌20。呢個牌率聽落係非常刺激嘅，係足以令好多玩家雙眼發光、忍唔住落注嘅數字。一牌20，贏一次就等於贏咗20鋪普通嘅注碼，係一種瞬間可以大翻身嘅感覺。但係數學係冷酷嘅，幸運六嘅莊家優勢高達16.7到20。你睇下。和局嘅莊家優勢係14.36前，我話你知係高得離譜嘅數字，但係幸運六更加高，係16.87達到25下，係全到場抽水率最高嘅玩法之一。一鋪20聽落好刺激，但係16板1到20嘅抽水率係咩概念？係你每落100蚊注碼，還未開牌，已經有16到20蚊確定性地進入咗到場嘅口袋。你買幸運六，等同於雙手將錢捧俾到場，仲要笑住同我講聲唔該。呢個唔係我誇張，係數字係咁嘅，係精算師用最精確嘅計算確認過嘅事實。我作為莊家，當然非常歡迎你買幸運六，因為呢係我利潤最豐厚嘅一門玩法之一，係我可以最快速抽水嘅工具。但係我今日係以真心話告訴你，而莊家嘅身份係以一個希望你唔好再交冤枉學費嘅人嘅身份告訴你，唔好碰幸運六，無論賠率幾吸引都唔好碰。第四，大散財心問係各類保險旁注，呢一類旁注係最隱蔽嘅，係最多理性玩家都唔知道自己係在送錢嘅陷阱。當牌局進行到一半出現特定情況嘅時候，啲場會提供一個保險下注嘅選項，聲稱可以幫玩家鎖定利潤或者減少損失，話係一種風險管理工具，話係保護你嘅投注嘅。聽落係咪好貼心？係咪覺得到場原來係真係為你着想嘅？唔好傻，周場提供保險，你以為我咁好心幫你避險？生意人從來不做胎本生意，我開周場幾十年，我每一個決定都係以利潤為目標嘅，我唔會推出任何一個對自己不利、對玩家有利嘅產品。
日險。旁注嘅莊家優勢通常係7%到15%之間，遠高於常規莊閒嘅1左右。保險嘅本質唔係保護你，同埋而係刀場，利用你害怕輸錢嘅懦弱心理，對你進行2次抽水，係喺你最脆弱、最渴望保護嘅時候出手，從你身上賺多一筆錢。你係贏緊嘅時候買保險，係為咗保住而家贏緊嘅籌碼，但係你買保險嘅代價就係額外支付7%到15%嘅抽水，以一筆確定性嘅損失去換取一個唔確定嘅保障。更加關鍵嘅係，鬥場提供保險嘅時機係經過精確計算嘅，就係對賭場最有利嘅時機推出嘅，係在你最容易受情緒影響、最容易做出非理性決定嘅時刻出現嘅嘢。呢個係一種非常精妙嘅心理操控，係賭場幾十年嘅人性研究結晶。即日玩家對保險旁注嘅態度係非常清晰嘅，就係完全唔理，唔管賭場話得幾動聽，唔管當時嘅局面幾吸引，唔管感覺上保險係幾合理，都唔買。商戰和博弈嘅最高境界，從來唔係追求短暫嘅1賠10、1賠20，真正能幫你累積財富嘅，尋找穩健、低風險、可持續嘅微弱優勢，係靠紀律同系統去長期積累，而唔係靠1、2次幸運嘅高賠率旁注。我當年壓船唔去走私黃金同澳片，係因為我看清楚咗高回報背後嘅真實代價。我開賭場之後，係用1嘅微弱優勢加上大數法則嚟建立穩健嘅利潤模型，唔係靠單次暴利去賺快錢。呢個思路係我一生事業嘅核心邏輯，亦係我今日要傳授好你嘅最重要嘅智慧。下次上米，控制住你隻手幾長。最驚你唔買和同對子，最驚你唔買幸運6，最驚你唔買保險旁注，因為呢啲旁注係賭場利潤最豐厚嘅來源，球場最依賴嘅抽水機器。只要你自己專注於1%抽水率嘅莊與閒，用最冷靜嘅注碼管理去玩，避開呢熱大散財森林，抽場就奈你唔何，就只能靠極低嘅優勢去慢慢同你周旋，而唔係靠呢啲高抽水旁注搏快速清空你嘅本金，拒絕高牌率誘惑，你先至擁有戰勝人性嘅莊家大佬。呢句話唔係話你完全唔可以享受博弈嘅樂趣，係話你要清楚知道你係在做一件數學上對你不利嘅事，係要你在呢個前提下做出最理性嘅選擇，係要你唔好被高賠率嘅幻覺引導到一個對你極度不利嘅位置。如果你身邊還有朋友每鋪都在買和與對子，用辛苦賺嚟嘅錢去填賭場嘅抽水森林，用自己嘅血汗錢去餵飽呢啲設計精密嘅收割機器，請你將呢段影片分享俾佢，執返條命，幫佢喺繼續交學費之前明白呢個真相，幫佢唔使再送呢絲冤枉錢。如果你中意我用第一人稱，即從我一生嘅傳奇故事同你拆解呢啲不為人知嘅商戰與博弈真相，唔該你即刻撳訂閱，開埋小立氹，點我可以每個星期繼續同你分享更多有價值嘅知識。克制氹藍，回歸理性，我係何獲新，我哋下一期再見。